成個小區最平嘅三房，好嘈，好靠馬路，東北向。嗱，望出去景觀係咁樣嘅，前面係紅綠燈，小區大門口，係好嘈，朝北向嘅。但係佢價錢咧，成個小區最平嘅三房，入嚟睇下，78平方嘅三房最平㗎啦，20萬多啲，唔係20萬多啲，20萬中上啲。嗱，耀花園同之前拍啲一樣嘅三房，就係唯一就係有啲回南天喎，你睇濕晒啦喎，今日2號喎，好熱啊，真係好熱。嗱嚇，其實個房保持都其實個房保持都幾好嘅，真係。唯一就係朝北向，整體簡單單一把。但係咧有各中意，但係價錢真係價錢彌補咗所有嘢啊！價錢你諗下，20多啲喎，最平嘅三房，真係價錢彌補咗所有缺點。嚟東北向，唔係話冇喎，有陽光嘅，就係有少少個零鐘頭，朝早個零鐘頭嘅陽光，價錢20中上，差唔多係咁情況，78平方，朝北向。有興趣嘅話就私聊我。